被文坛誉为50时代最后一位大师的中国新闻学第一代女作家苏雪玲，1956年应聘到新台中文系任教，执教18年后，持续伫台南生活。伊伫1999年过身了后，将文物以及著作权全数捐予新台。新台博物馆虽设伫印象苏雪玲最后一位54作家，中式展展了将近14档，日前因为空间调整，将文物移交予新台中文系。对此，新台中文系特别举办为期2周的诗念苏雪玲文物展，展出苏雪玲的文物以及生平解说，并预定伫明年5月启用全校的文物室，保留苏雪玲的珍贵文物。透过这个阶段的这个安排，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个最适合的地点来呈现我们的心情。那前2天有个前辈问我说每一个大学在重要疑点的时候要宣示的其实是一个新的价值。那透过这一点，我再一次谢谢文学院很多同事的共同的努力，让我们可以整理出至少在90年校庆的这一年，希望大家已经耳熟能详可以互为传颂的核心价值，那么就是常行显光。这个成就共好。我一直相信，如果没有文学院那么多同事的智慧心血，还有从文史的轨迹依据里面找出这套论述我们没有办法那么自在的在各学院不同学术背景的同事当中就接受了这个心情。那在常行成就显光共好，或者常行显光成就共好的精神里面，无非讲的是一路的坚持克己之道，最后是留下来的轨迹可以用跨世代、跨空间的一种影响存在着。诗念苏雪玲文物展为伫咧新台工学校区中文系1楼大厅，为即马开始一直展到10月19日为止。展览吉家新台中文系教授陈昌明以及新台中文系校友黄华安珍贵史料以及记录，展出苏雪玲的文物、画作、著述、相片等等。传让大家认识新台中文系上界重要的文化资产苏雪玲。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而我们